Hello，大家好，又嚟到新聞大排檔。台灣男子做陰莖增大手術之後心臟休克死亡，主刀醫生涉嫌過失致死遭起訴嚇。2025年9月台灣醫美外科診所院長丁斌煌為一名姓簡嘅男仔做呢個陰莖增大術呢個手術咧，咁就完咗之後幾個鐘之後，呢名男子就心臟休克死亡。台北地檢署喺2026年8月14日，咁就叫做偵結，就依刑法過失致死呢條罪起訴呢個院長。陰莖增大術無啦啦搞啲咁嘅嘢，搞出人命啦！哎呀，我哋一齊睇睇新聞詳細嘅內容啦。唔該晒大排檔主持，歡迎大家再次返嚟新聞大排檔。開始前，請大家訂閱同讚好呢條影片，有意見歡迎下面留言。唔該晒。各位老友記，整容變奪命，就台灣一名男子為咗做陰莖增大手術，點知手術後幾小時，竟然因為心臟性休克死亡。主刀醫生被揭發一人身兼主刀與麻醉。術後更冇監測病人嘅生命跡象，延至晚上7點先報案。救護人員到場時，男子已經死亡多時。檢察官以過失致死罪起訴該名醫生。到底發生咩事？即刻同大家拆餐勁。話說呢宗悲劇發生喺2025年9月，台灣一名簡姓男子為咗做陰莖增大手術，揾咗醫美外科診所院長丁斌煌幫手。呢位醫生喺2013年已經試過因為幫男病患做人工、陰莖植入等多重手術，導致有血栓風險嘅病患休克，又冇即時轉院急救，被依過失致死判刑3個月。不過佢每次出事後就改名換招牌繼續營業，直到今次經營嘅診所出人命遭停業，其醫生執照卻仍然有效，情況令人震驚。2025年9月17日中午，丁斌煌對簡姓男子進行陰莖增大手術，起訴指出丁斌煌涉嫌未記載男子的生命跡象監測結果及使用麻醉藥物的時點、劑量，而且一人身兼主刀與麻醉，喺當日下午2時許完成手術。該男子術後並發非缺血性心肌病致心臟性休克。丁斌煌未在術後持續監控男子生命跡象，導致未能即時發現其生命跡象異常，未及時急救，遲至晚上7時報案。救護人員到場時，男子已死亡多時。台北地檢署認定丁斌煌涉犯過失致死罪，依法起訴。綜合台媒報導，丁斌煌原名丁立文、丁炳煌，從2013年起開過多間診所，且發生過5次醫療糾紛與性騷擾護士事件。佢每次出事後就改名換招牌繼續營業，直到今次診所出人命遭停業，其醫生執照卻仍然有效。呢種屢犯屢改嘅行為引來社會極大爭議。呢個台南陰莖增大手術亡嘅消息一出，即刻喺網上引起極大迴響。大量網民都對呢宗悲劇感到震驚同惋惜，同時亦都鬧爆呢位醫生。有網民話：為咗變大，連命都冇埋，真係唔值得。一人包辦主刀同麻醉，呢間診所離晒大譜。亦有網民批評醫生嘅操守，屢犯屢改，仲可以繼續執業。台灣嘅監管機制係咪有問題？當然。都有網民呼籲要小心選擇醫療機構，做呢啲手術真係要有信譽嘅醫院，唔好貪平。講到呢度，我哋新聞大排檔又要同大家深入分析下呢個台南陰莖增大手術亡事件背後嘅幾個關鍵位。第一，呢件事凸顯咗醫療監管嘅漏洞。丁斌煌醫生多次涉及醫療糾紛，甚至曾經被判刑，但仍然可以繼續執業，改名換招牌就重新出發。呢個情況反映咗台灣嘅醫療監管機制可能存在不足。有醫療界人士就指出，對於屢次涉及醫療事故嘅醫生，應該要加強監管，甚至考慮吊銷其執照。
第二，呢件事反映咗醫美行業嘅風險，陰莖增大手術屬於高風險手術，需要專業嘅麻醉科醫生同嚴謹嘅術後監測。但今次事件中，主刀醫生竟然一人身兼主刀與麻醉，術後更冇監測病人嘅生命跡象，呢種做法完全違反醫療常規。有麻醉科專家就指出，麻醉必須由專科醫生負責，絕對唔可以兼任。第三，呢件事都揭示咗消費者嘅警覺性不足，簡姓男子選擇咗一間有前科嘅診所，結果付出生命代價。有消費者權益組織就提醒，消費者接受醫美手術前，應該要查證醫生嘅資歷同診所嘅信譽，唔好因為平或者方便而貿然決定。第四，呢件事都凸顯咗生命嘅脆弱，一個看似簡單嘅增大手術，竟然可以奪走一條生命。呢個悲劇提醒我哋，任何手術都有風險，絕對唔可以掉以輕心。第五，呢件事都反映咗社會對醫美嘅迷思，為咗追求完美而冒險接受高風險手術，值唔值得？呢個故事正正係一個沉重嘅教訓。講到呢度，其實過往都發生過唔少醫美手術致命嘅事件，有啲涉及隆胸，有啲涉及抽脂，有啲涉及打針。每一次嘅事件都係一個沉重嘅教訓，提醒我哋要小心選擇醫療機構。總結嚟講，呢單台南陰莖增大手術亡嘅事件係一個血淋淋嘅教訓。簡姓男子為咗追求完美，結果失去寶貴嘅生命。希望有關當局可以加強對醫美行業嘅監管，而消費者亦都應該要更加謹慎，選擇有信譽嘅醫療機構。生命無價，絕對唔值得為咗變靚而冒險。今日嘅新聞大排檔就差唔多要埋位收爐，最後都想問下大家，你對醫美手術有咩看法呢？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同我哋一齊討論。記住訂閱、讚好、分享，一條龍服務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我哋下期新聞大排檔再見，拜拜。